请问拉面的台语上侪人讲倒一种？哦，拉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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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收这边是日本汤面，诶，嘿，就真简单嘛。你甲有看到图吼嘿，就是安尼嘛，啊有汤，啊有面，嘿啊就简单，就是日本汤面。哈，嗯，安尼我这边是日本大面，无啦，日本大面无啦，我是有汤。我油汤呀，我是拉面，伊是油面，哦哇，用油的啊。哦，哇！你看迄日本的职人，伊是毋拢咧揪啊、咻啊，现场做的。像我是想讲，日本拉面嘛有足侪无共款的嘛，佮有手卡手吧，嘛有迄个沾面，啊拢是叫拉面，啊但是因拢爱揪嘛，所以讲揪面，啊你可能感觉哦，第一届听无讲无自然，啊但是讲两届讲三届，有根本就是。当然，你若讲牛本身是动词嘛吼，所以有可能这个牛面伫个概念上会讲因为伊是对拉面这个拉来的，安尼是对华语来，但是咱即马就讲，若要翻译，应该是讲直接对日语的这个意思，也是讲音去想拄啊，大家有讲到拉面，拉面就是这个音直接安尼讲嘛。对。当然拉面华语翻做拉面是嘛是叫音嘛吼，所以就是到底要哪翻然后大家较接受的，就会愈来愈流传啦吼。目前来讲，就是以这两个问是日本汤面的这个接受度，还是讲感觉较适合的是较济。